过来是这个台中市潭雅神立航道的终点中科工园，来增设着过滤循环的系统，甲省水的设备，提升着安全性甲舒适性，是亲子要美热、透心凉的好所在。热天是省水的好时机，伫潭雅新立航道终点站的中科工园嘛设置新的省水区。我的小朋友就喜欢玩溜滑梯，越长的他们越开心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也是上网查说，哦，这附近还有这个喷水池啊，玩的地方。然后小朋友喜欢玩水啊，夏天很热这样子。嘛有不少人介意来新立航道骑脚踏车，市府管路叫伫终点站增加不少亲子共游设施，唔但提升安全性嘛，更较舒适。好玩，很多好玩，因为很刺激。省水区会开放到10月底，逐礼拜6礼拜透早10点到下晡4点，欢迎民众带囡仔来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